我今仔日会当请一个院长来去遮，真欢喜啦。我希望大家拢咧为着台湾拍拼。我头拄仔听足侪话偌意中的话啦，我很赞成，互相勉励，唔爱安尼讲别人的歹话，互相勉励你家己爱的人的话，这是我的意思，也是院人的意思啦。拜托你大家拢来支持，谢谢。所以院长跟蔡总统他一起想。哇，会使讲是吼，会使讲啦吼，才在讲啦，隆重支持，隆重支持，为着台湾人隆重的支持，甚至吼，这隆重我也拢支持，假使伊是为台湾。因为这个总统本来是不公开嘛，是不是担心说台侨胞可能不太想要选边站表态曝光嘛？今天我很荣幸呢，有机会来到日本，受到全台联赵会长、还有宪武医师，还有他们的干部对我的欢迎。那我对全台联非常敬佩，主要他们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台湾。虽然离开台湾已经很久，在这边已经生根茁壮，也都在这边定居下来，但是对台湾的关怀一点都没有改变。所以，除了邀请我来到日本来做各项的访问以外，早上呢也设宴来欢迎我，给我很多勉励，那我也是收获很多。那我从过程当中非常感佩，他们一心一意都是为了台湾。我想他们的心情，我相信台湾社会也会同感肯定。那我一定呢。秉持这一场民主之争，互相公平，而且呢完整的走这个程序。在初选过后，能够遵守民主的原则，赢的人代表民进党，输的人就支持赢的人。民调初选之后，大家团结一致，为了台湾打赢这场胜仗。那现在有传出这个虐赖3部曲，从曝光人攻击4用办公室到昨天想要退选传闻，是有意要消灭赖部。我这趟日本行其实是有几个目的的。第一个是应侨社的邀请来做报告，因为不是只有国人非常关心台湾这场选举。海外的侨胞都非常的关心，那日本更不用说。那第二个呢，我过去在台南市市长任内，立法委员时期不算，行政院院长时期也不算。我前后率团到日本访问，进行包括文化、观光、体育、产业，甚至赈灾等各种交流，就有14次之多。那我在台南市市长任内呢，也接待来自日本各界的团体，包括国会议员、知事、市长，还有议会的议员，日本的各界，总共接待了157团，认识了很多人，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那我也希望利用这次来到日本，能够跟他们见面、叙旧，增进彼此的情谊。也能够进一步拉近台湾跟日本更密切的合作，创造双赢的局面。那所以呢，国内呢一些选举的纷扰的事情，我想就留在国内，让你的发言人去回应。好不容易一趟来到日本，我们就把选举留在台湾，我们就专心的把它做好演讲，做好拜访，能够争取比较好的成绩，对台湾能够有相对的帮助。那总统他用这个公务行程，是也是跟选举加分有关，这样算不算公器私用？我刚才有讲的，没关系，就是说这个选举的回应呢，我就留给在台湾我的发言人。那我来到日本呢，我就一心一意的做好各项访问的工作以及演讲的工作，希望呢能够为台湾加分。所以待会跟自民党的拜会，是不是也要希望可以就是弥补这个外交，大家急着外交风苗像不如蔡总统这部分。其实每一个人都为台湾打拼，包括全台联，包括蔡英文总统，也包括我，包括许多人，每一个人都努力，每一个人都为台湾。